大家好，又嚟到今個禮拜嘅 Crypto Weekly 時間。雖然聖誕啱啱過咗，但係加密貨幣市場似乎仲未感受到節日嘅溫暖，反而喺度經歷緊一段非常糾結同低迷嘅時期。當美股、黃金同埋白銀都喺度創緊歷史新高嘅時候，好多投資者都喺度問：點解比特幣好似俾呢場聖誕升浪遺忘咗咁呢？我哋先嚟回顧下上個禮拜嘅市場表現。比特幣喺上個禮拜曾經嘗試衝擊90800美元呢個關鍵位，但係喺嗰度明顯受到阻力，之後就一直喺度回踩同震盪。目前嘅價格基本上就係喺3000幾美金嘅範圍入面不斷盤整，成個市場嘅流動性低到令人心慌，感覺好似已經冇乜人再關注加密貨幣咁。根據一啲影音平台嘅後台數據顯示，有關比特幣關鍵字嘅影片播放量跌咗成30%，反映出散戶嘅熱情跌到落冰點，市場氣氛極之冷清。不過，我哋跟住睇下啲數據，可能會有啲唔同嘅發現。雖然比特幣由10月嘅126000美元高位跌到落11月嘅79000美元低位，經歷咗大約36%嘅回調，而目前價格仲喺低位附近徘徊。但係全網嘅比特幣合約持倉量已經由最高峰嘅940億美金跌到落580億美金，縮減咗差唔多40%。呢個數據話俾我哋知，市場已經進行咗一場呢輪牛市以嚟最大規模嘅清掃，將嗰啲由74000美元升到126,000美元過程中進場嘅高槓桿倉位全部重置咗。有分析指，華爾街嘅新鯨魚控盤手法好清晰，佢哋通常會喺大升之前先透過橫盤或者急跌將散戶洗走，等到大家最絕望嘅時候先至反轉上攻。再睇下鏈上數據，上個禮拜出現咗一個好有趣嘅現象，持有100粒比特幣以下嘅散戶同埋中小投資者仲喺度買入，但係持有100粒以上嘅大鯨魚就喺度賣緊貨。呢種情緒通常代表短線有風險，大家想做多嘅話，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如果呢個禮拜再有急跌去摸85000美元，而到時散戶開始恐慌賣出，而鯨魚反而接貨嘅話，咁個反彈力度就會好強。我哋將目光放遠少少，睇下宏觀經濟對呢個禮拜以至未來一年嘅影響。有分析指，我哋依家處於一個基於債務嘅貨幣體系入面，錢係透過發行債務創造出嚟嘅，所以通脹同印錢係必然嘅結果。美聯儲之所以要維持2%嘅通脹目標，唔係因為對你好，而係因為成個系統一定要持續擴張，唔可以停落嚟。雖然聯儲局之前經歷咗歷史上最快嘅加息週期，但係由12月1號開始，佢哋已經由縮表轉返去放水，仲宣布每個月會買入400億美元嘅資產。呢種政策轉向好似開緊浴缸嘅水龍頭咁，雖然開咗掣，但係熱水流到去浴缸係需要時間嘅，通常有3到4個月嘅滯後。所以有分析預計呢啲流動性大約會喺出年第一季末或者第二季初先至真正反映喺幣價上面。目前美聯邦利率仲喺3.5%到3.75%呢個相對高嘅水平，要等到利率跌到2%左右，全球流動性先會真正爆發，帶動山寨幣大升。講到山寨幣，我哋一定要講下以太坊、Ethereum 同 Solana 嘅爭霸戰。有分析指，以太坊依家大約係3000美元水平，雖然走勢仲係橫盤緊，但係隨住華爾街推動資產代幣化，以太坊作為最有安全保障、開發者最多嘅智能合約平台，其價值儲存嘅地位好難被動搖。有專家預測，以太坊喺2026年年初可以升到7000至9000美元，長線甚至睇2萬美元。另一方面，Solana 喺交易量同低成本交易方面表現得更出色，吸引咗好多迷因幣同埋散戶進場。有分析指唔好諗住揀一個單一嘅贏家，因為未來嘅趨勢係多鏈並存。除咗 ETH 同 Sol， 大家仲可以留意下新興嘅區塊鏈，例如被稱為 Solana 殺手嘅 Monad。雖然佢依家仲係好新，但係喺社交媒體上嘅熱度好高。嚟到呢度，我哋要講返一個好重要嘅對比，就係金屬市場。上個禮拜銀價單日大升10%，係5年嚟最大嘅單日漲幅。金價同銀價喺過去6個月入面一共增加咗10.9萬億美金嘅市值，呢個數字係比特幣總市值嘅6.5倍。點解銀價會急升？因為中國宣布由出年1月1號開始對白銀出口實施管制，而中國供應咗全球6到7成嘅白銀，導致市場出現實物短缺，甚至有人願意俾5%日價去買現貨。
有分析指，比特幣作為數字黃金，好大機會會出現趕上貿易 catch-up trade。只要有一小部分流出金屬市場嘅資金流入比特幣，就足以令幣價大幅飆升。咁對於出年嘅預測係點呢？有分析指，傳統嘅4年週期可能已經死咗，取而代之嘅係由機構驅動嘅10年長牛。因為 ETF 嘅出現，令到養老金、對沖基金等大型機構可以更容易進場。呢啲機構動作好慢，通常要開8次會先決定到配置，所以資金會係緩慢但持續咁流入。哈佛大學基金會依家持有比特幣同黃金嘅比例係2:1，反映出頂尖機構對法幣貶值嘅擔憂。我哋跟住睇下呢個禮拜嘅操作建議。如果你係短線交易者，要小心85,000美元附近嘅波動，唔好喺呢啲流動性低嘅地方開高槓桿。雖然比特幣上個禮拜表現令人失望，但係基本面仲係好強。聯儲局開始印錢，大型機構持續進場，加上金屬市場嘅日出效應，都係支撐幣價長線向上嘅原因。呢個禮拜我哋重點睇比特幣能唔能夠守住85,000美元，同埋以太坊能唔能夠帶領山寨幣走出獨立行程。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概念，就係節奏同步。喺2008年之後，全球嘅債務週期因為利率歸零而同步咗。依家大約每4年就會出現一次流動性緊縮同擴張嘅循環。雖然呢個規律可能因為政府嘅短期行為而有少少偏差，但係大趨勢係唔會變嘅。如果你依家覺得好痛苦，請記住，波動係一種武器。如果你唔識用，佢會傷到你；但如果你明白佢，佢就係你財富翻倍嘅機會。依家嘅市場就好似黑色星期五前夕嘅百貨公司，雖然出面大雪紛飛，但入面啲貨品其實已經打緊折。大部分人鍾意喺升嘅時候衝入去買貴貨，但聰明嘅投資者會喺冇人理嘅時候安靜咁揀貨。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唔好俾短線嘅橫盤磨滅咗你嘅志氣。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